释迦牟尼佛智慧精华是什么？答案是十善。他身为太子，却舍王位，身无长物，这是不贪欲、不偷盗。他一生慈悲为怀，不伤害任何生命，这是不杀生。他出家修行50年，清净之手，这是不邪淫。他言必真实，从不欺诳，这是不妄语。他化解纷争，促进和谐，这是不两舌。他言语温和，以慈悲回应恶意，这是不恶口。他45年说法，利益众生，言必有握，这是不起欲。他面对伤害，内心平和，这是不嗔恚。他觉悟缘起法，正见圆满，这是不邪见。十善出自《十善业道经》，是净化身口意的根本法门。佛陀用一生证明，十善不是束缚，而是解脱。今天你的十善修到了哪一善？